后来最近这个奶有咧传，讲武汉病毒惊热，伫个26、7度的环境下，都会被杀死，所以啉烧滚水就会当杀病毒。佮讲伫个摄氏56度的环境30分钟，病毒就会自然死亡。所以厝内只要开烧气，就会当防病毒。乡亲啊，这拢黑白讲的哦。来看拍假特工队。武汉肺炎的疫情一直在传，网络谣言嘛满天飞。最近乃就传出这款的消息，讲加啉烧水就使避免被划着，专家讲这完全是假消息。其实它跟 SARS 或者其他的冠状病毒应该很类似，在摄氏26度左右，假如再加上一个适当的湿度，这个是一个很适合它存活的。适度的喝水会使你健康一点，但是跟杀菌完全没有关系。佮有传讲伫摄氏56度的环境中，半点钟病毒就会死。所以讲，人若伫厝内是尽量将烧开拍开，也是加去三温暖烘箱，就会使杀死病毒，敢真正有影。 56度的温度，30分钟的杀菌之下，病毒的外层是蛋白构成的。病人所使用过的物品上面如果沾染到病毒，透过这种方式，的确有可能把病毒从这些所接触过的物品消灭。你把你的暖气开到56度的话，我想你自己先死掉吧。我们的体温是37度，一般在像三温暖或者是这个蒸汽室里面，其实也不可能达到多高的温度，因为毕竟是我们人体能够耐的高温本来就也不高，所以我们人体要去承受到冠状病毒无法存活的那个高温，其实我们人体也活不下去。若要相信网络谣言，不如较接洗手礼，伫适当的时阵挂喙暗，困好把面，食食营养的便金，加运动，安尼就是上好的防疫方式。